而只要你一日仲係獵人呢，其實你永遠都係活喺恐懼之中嘅，因為你會驚病，因為你一病就冇得打獵㗎啦，就冇收入。你會驚老，因為你越嚟越老，你體力越嚟越差，你追唔到最肥美嘅獵物。你會驚被取代，因為總會有個後生過你、跑得快過你、要求分少啲肉嘅獵人搶埋你嗰個位置。你亦都會驚冬天，公司衰退啊，公司裁員啊，行業轉型等等，任何一個冬天都可以令到你嘅森林一夜之間變成一片荒蕪。咁所以你以為你依家份工好穩定啊？其實你所謂嘅穩定只係一個美麗嘅幻覺，你嘅命運完全掌握咗喺你嘅老闆呢一個部落酋長嘅手上。佢一句話，聽日開始或者下個月開始，你唔使再打獵啦。咁你到時個世界就會即刻崩潰。呢個唔係穩定，呢個係一個精心包裝過嘅溫水煮蛙陷阱，一條通往老年貧窮、充滿悔恨嘅不歸路。你唔係為自己而活，你係為咗下個月嘅獵物而活，而你嘅靈魂早已經抵押咗俾你嘅部落啦，用嚟交換一個脆弱不堪嘅安全感。